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牛耳，天顶日头笑微微，昏红头起起，讲要来去食牛耳，生化牛耳听大滴，南北火烧规大堆，有人来吃食暗糜啊。配面体，有人要来煮，啥人因兜欠家私，就来食牛耳。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20集。欣赏的是台南的刘惠强老师伊所带来牛耳。上日起，咱邀请惠强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伫咧写这首牛耳的时阵吼，上界特别的是，因为吼，离咱的这个市集市集。迄当阵我拢想讲红昏市啊，就是那个卖东西的地方。毋过伫我嫁翁了后，我都有听过阮大官阮翁请咱讲来去牛耳遐来买迄种迄个做实的农具，就是务农的农具。而且有足侪物件遐拢有咧卖。所以我咧想讲牛耳是啥物？尾手有听到阮老伙仔咧讲，老人家他们在讲向时啊，无像即马菜市啊遮里边即马佫有小七啊、7啊，这有诶无诶？较早就是安那集市咱有约一个时间伫某一个所在遮就是拢咧卖一寡物件。但是上界重要，较早做事的人，伊遮一定爱有牛，咧贩卖牛的所在，迄叫做牛耳。因为你卖牛啊，有人要买，有人要卖，有人巴肚枵啊，边仔都有足侪物件，咧挖来，迄就是咱较早的菜市啊。即马大家拢会去迄个有冷气，迄个设备较好比如讲咱的迄个有百货公司拢有冷气，咧买菜买物件，买一寡遐日常用品。较早无啊，较早就是拢去传统的市场。传统的市场，以早的时阵，伊就是咱集市，集过来，就是咱的即卖的贩卖店，上界古老古的原始头，就是牛耳。所以我就感觉这首牛耳，伊足特别的，就是伫生活，都去跟咱的电台有关系。所以我会特别指定讲，生活牛耳。云红迄就是大片的云朵，云足大蕊，安尼一蕊一蕊，就是足大片，叫做大片的云朵，叫做云红。云红迄个红咱咧讲嫁翁的翁都会用一个注音符号的翁，然后旁边有一个王，其实这是红的红这个红的红，我用伫云红。伊迄云亲像红安尼一蕊一蕊看咱红色的红红色的红就是主人翁的翁是无共的，所以足侪人拢会加即个红色的红，用即个红即个红是无生命咱的红但是有生命的，所以袂使用即个红头的红袂使掠红咱得爱用迄个主人翁的翁。
还有这个头起起，这个头起起哈，就是头侧面了。好，那云它在看我们的时候，好像是不是头低下来，头歪歪的。这个起起哈，咱行到起一边，它会斜过去了哈。我的用这个起就是奇怪的奇然后旁边有一个符号的序部。来可能有人会问讲什么会和这食暗糜配米梯？其实这足简单的，咱的暗暗跟糜是安那无共，因为暗它也是煮粥，糜也是煮粥，是安那暗糜会揽做伙。其实咱的暗糜揽做伙的时阵就是粥稀饭的意思。这个暗糜就是安尼有淡薄小可水水汤汤3点水一个干这个就是暗。然后就是糜烂的糜那就是那个上面是麻下面是米它有那个糜烂还糜煮到那个很糜烂。天顶日头笑眯眯，云红头起起，讲要来去食牛耳。神话牛耳听大滴，南北火色几大堆。有人来遮食暗糜配米天，有人买奶鸡，啥人因兜欠家私，就来食牛耳。在过去的农业时代，牛耳主要是作为牛只交易买卖所在。说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志英老师来为咱介绍牛耳的历史。牛耳就是咧买卖牛的所在。牛耳这所在讲起来，就是自咱台湾的时阵咧坐的时阵，捌有80外位了，对啦。80外位上济的时阵到这安尼。照这个书面的介绍咱台湾这种的有的买卖已经达到少。少甲甚至讲伊，敢若会使讲有牛耳这个名，还佫有牛耳但是实际上牛的买卖用要到零的地步，有嘛非常少食啦非常少。是咱台湾一般说讲做书面资料因为另外2位我实际上嘛无去看就是伫咱台南的咸水交善化。所以咱还佫有2位遮，其他1位我不是会走去甲行行的就是北港。这已经几十档拢安尼就是最近这几十档偷偷伫少去，全变一般人的讲法就是这3位啦因咧开市的人若准讲是伫咸水遐是每顺的1、4、7，就是讲初1、初4、初7，个就是11、14、17、21、24、27，是阳历的，就是国历的毋是讲做迄个农历的啦若准讲神话鱼呢是2、5、812、15、18、22、25、28安尼啦。北港鱼迄搭遐就较知影，遐大家拢知，若住伫较晏，甲嘉义这边这方面这人就知影369啦初3、初6、初9、13、16、19、23、26、29，固定透早天破风光到遐就真闹热啦这牛耳这物件，当然咱知影就是牛的咧买卖的所在即摆豆少去变讲一般生活用品，像夜市共款，嘛是生活用品，伫遐加一个夜市按共款啦会当安尼来解说啦。但是当然伊嘛是还佫以前像古早迄种农业的用具啦，就是讲做世人咧用的物件，安尼会占多数啦真侪人真爱去牛耳佚佗像阮遐哥不是啦，住台北倒来，毋知是一种做一种故乡的怀念的款伊就邀请讲，明仔载初3初6来透早来牛耳行行咧。当然遐是有有像一般的日用品你以外伊跟嘛咧食啥物物件方便。遐食像糜安尼爽快甲满足讲倒来到故乡咯牛耳迄个伫台湾自清朝尾道光年间就有啦。
日本人来台湾进前几啊10档，遐就开始有，迄种嘛是政府有一个市长伫遐咧经营的吼。因为较早牛是足贵的物件，行贼早期的社会天条时阵，台湾的即个自然就真侪贼啦吼。就袂生活日，无要叫安怎生活，要倒食饭吼。所以我有当读这台湾书读着吼，看着嘛真可怜啦。毋是要做贼啦，是巴肚枵无当食饭，无做袂使啦。所以迄当时的社会是真侪安尼。要摕啥物物件？迄阵的贼仔伊要摕啥物件吼？才会当得到好介绍？当然就是偷开牛上好介绍咯。逐个拢农村做事人，要当偷溜番薯吼，一块番薯是会当食偌久？食一顿。后顿要安怎？着搁共阮搁来做贼，足麻烦的。买着一摆变大肚的吼。所以过去吼，即个牛偷开牛是上大的贼。所以咱看台湾一寡囡仔歌童谣的吼。讲啊，贼仔头乌壁，乌啥物牵啥物，拢讲牵牛。所以伊迄牛咧买吼，到日本时代就有设咧叫做牛籍，牛的身份证，就即种的牛的当做买。有人来遮食暗糜配米天，有人买奶汁，啥人因兜欠家私。就来洗牛墟。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刘惠荣老师写诗，黄德英老师主题讲解，府城小汇率的译者庭恩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